来举行今早起第一场的礼拜，请奏乐。我阁听见主的声讲，我通找一水啊，一水要为我去，我就讲，我伫遮通找我。这是咱三角来吟诗、圣诗646首，耶稣调我来行天路，咱来吟全首。请起立。
请咱游园徛地，用主教示咱的祈祷文，三角来祈祷。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灵亲像伫天灵。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接续，请三甲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接续咱三角来启用，咱今早起要启用的是启用文40篇，这是以赛亚第6章，咱三角来启用。我有看到主坐伫宝座，伫真权的所在。伫伊的周围有西拉兵天使，徛伫树后。咱齐声，圣在，圣在，圣在！万军的统帅上主，伊的荣光充满全地。门厅因为呼应的声震动。迄时我讲，因为我是嘴唇无清气的人。咱齐声，我的目睭有看到王万军的统帅上主，有一个西拉弗天使陪我来我遮。将炭捂我的嘴唇，讲：你的罪过已经除去。我阁听见主的声讲：我通找啥人？这声，我就讲：我伫遮，请找我。以上，这时请咱三甲压头来祈祷。全能永远的上帝是阮的爸，你是平安的源头，你爱阮众人和睦。人若认捌你，就会得永活；服侍你，就会得享乐。今早起，愿众兄弟姊妹为你来到你的圣殿，我们伫遮三角敬拜阿罗主你，求主你此时降临伫阮的中间，保护阮卑微的正路卜，互阮无受到试探，会当专心倚靠你的保护甲带领。主啊！你是创造宇宙的主宰，万物拢属于你，对你来也要归伫你。你有降落甘霖，润泽土地，互阮日常生活的水泉无地够欠缺。我们要感谢阿罗你的大恩无煞。最近连续有2个风台影响阮台湾，风台的外围环流也带来真侪雨水，造成台湾中南部甲东部。有真侪所在淹大水，或者是厝顶雨风飞走，电火条凹断、失电，也造成侪侪农业设施的损坏、田园鱼温的流失，农渔业严重损害甲损失，也造成侪侪生命的死伤。我要求主你怜悯赦免，我也要为着这事来向主你求讨。主啊，你捌讲。求就互阮，找就得着，拍门就甲阮开。我要恳求主你施恩怜悯受到风灾灾害的人，
互因会当早日完成复健，恢复正常的生活甲工作。将时，我若要求助理赦免阮，我袂记得你的阻碍，离开你的真理，违背主你的旨意。求主你教示阮，互阮知影通改正阮家己的歹，会晓伫你的光的内面来活，遵趁你要爱阮行的道路。至圣至尊的爸，请你压落耳孔，听阮忏悔祈祷的声。即时阮身体欠安，袂当来教会，甲阮参到伫遮礼拜兄弟姊妹暑假期间去国外旅游的家庭以及青少年团体拍工的，求主你偏偏看顾因，互因身体健康、平安喜乐。求主你，互阮台湾甲世界战乱中的逐角落，拢会当得到平安。主啊，阮也要恳求你。祝福阮今早起的礼拜，以及礼拜后阮所要举行的小会、将年团契的聚会，以及阮周备中杜牧师的就任礼拜，甲儿童主日学夏令营、敬拜团的音乐会等等各种圣工活动，求主你带领，甲阮行，也互阮会当拿倚靠主你，大人的信仰会当拿家天、拿坚固。通正做你尽忠的奴仆，勇猛的精兵，做主你的路用。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接续咱本堂圣歌队要引带咱三个赞美，因今早起要赞美的歌是5万的诗，信心的歌。
咱感谢圣歌队今早起引带咱的赞美，接续咱来强听上帝的话。今早起咱要看上帝的话有记载伫两个所在，首先是马太28章16节到20节，第二个所在是伫《使徒行传》第13章第1节到第3节。咱先来看马太福音28章，伫咱的台语汉字本。新约38面，若是11个学生去加利利，到耶稣所捌甲因定着的山，看见伊就拜伊，总是有个犹豫。耶稣近我来对因讲话，讲天顶地下权已经拢互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见若我所有命令恁的，着教示因守，搁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另外一个所在是记载伫《使徒行传》13章，咱要对第1节看到第3节，是伫台语汉字本149面。伫安提阿伫教会中，有先知甲教师几两人，就是巴拿巴甲称作年结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甲分封的人群希律当培养的马念，以及所罗，因服侍主。禁食的时，圣神讲，着甲我分派巴拿巴、所罗。来请我调因去担当的工，对安尼禁食祈祷，用手喊因，就找因去。以上，接续咱要恭请咱本堂的小会议长廖牧师来甲咱讲道。今早起廖牧师所要甲咱讲的题目是教会宣教的成果甲准备。咱请廖牧师。有请兄弟大家平安。咱感谢上帝恩典，何牧师有机会来担任南门教会的小会议长。虽然就好像是陪媒人的角色同款，只是伫杜牧师也未来就任进前来协助咱的教会会务的进行。但是会当转去到双和教会、下堡会南门教会来担任小会议长。抑阁是感觉10分，会感谢上帝的带领。今仔日，是牧师担任南门教会小会议长任内最后一笔，伫咱南门教会来讲道。特别伫杜牧师赴任进前，杨文牧师用小会议长，上时也是杜牧师的学长，阮是当服侍上帝、当兵的当工即种的身份。伫讲道进前，要甲咱的兄弟三甲分享几句话。有人安尼讲牧师哪牛好歹差真济，好牛是安尼，食会生草，犁田熬走，辛苦袂好，用久袂老。歹牛完全无共款，青草熬食，做工袂溜力，辛苦就赤夜，刣佫无食。我想。咱对牧师拢有无共款的期待，每一位兄弟的期待拢无共款。但是这个期待若毋是通过你我的愿意，咱的期待就可能真做失望。什么是你我的愿意？我想就是咱愿意真做杜牧师的祝福、带导的力量，
三甲服侍的同工，但是千万毋通要成做大牧师的头家，因为牧师的头家从来毋是教会，是上帝。教会之所以成做教会，不止拥有外在的建筑物，也不只是一个有组织信仰的团体。更加要紧的是，如果教会确实遵守耶稣基督所吩咐往普天的传福音的命令，教会可以伫宣教的事工顶面，透过有系统的组织甲计划，长久的努力来实践。甚至咱也确实发现有真侪教会伫关心宣教的事工，支持海外的宣教师，教会成做宣教要紧支持的力量。咱也千万毋通袂记咧台湾的宣教，也是对欧美的教会真愿意来支持宣教的事工，所以才有遮尔侪疼上帝，也疼台湾的宣教师，将因一世人上界精华的时间，完全奉献伫台湾。咱也才有这个机会来认捌上帝。今仔日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咱已经成做台湾上界大的基督教教派，咱拥有真丰富的资源。如果咱毋是食果子，袂记咧拜树头，毋是袂晓得啉水思源，若是安尼，教会就必须爱伫宣教的事工顶面，毋通缺席。为怎样咱要安尼讲？如果教会失去宣教的意向，教会就无搁再成做教会，因为教会的设立是为着宣教来做备办。伫探讨宣教甲教会设立的问题，咱必须真清楚。初代信徒普遍充满末世的观念，是安怎伫初代信徒因一直有这个真迫切末世的观念，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亲嘴安尼讲，我实在甲恁讲，徛伫遮的有人也未死，会看见人子伫伊的国来。所以伫这种的末世的思想的顶面，对初代的信徒来讲，末世伫要来啊，主耶稣基督伫要来啊。设立教会毋是因所需要关心的代志。末世就伫要来啊，你设立教会要创啥？所以设立教会毋是因关心的代志，甚至咱会当讲这是无必要的事。对当时遮的门徒来讲，宣教的重点将来毋是伫教会设立，重点是末日要来到，人应该及时悔改来信耶稣。既然末日就伫要来，及时悔改来信耶稣，当然就是第一要紧的事。若是教会的设立，却毋是当时耶稣基督的学生甲门徒因所质疑的代志。其实三类似的情形，咱也当伫圣经正典的形成过程中看见。因为我无说安尼讲啦，咱今仔日有这本圣经通看，咱来感谢一个异端，这个人叫做马吉安，吼。这个马吉安，这个异端吼，这个人伊伫主后144年，伊用家己的观点，伊用家己的想法，对当时所流行遮的一册遮的册，伊就收集一部分，然后讲这就是圣经，所以教会是因为这个马吉安这个异端。伊开始收集圣经了后，教会甲想着讲，哇，这真要紧咱的教会，咱爱通过遮的会议咱爱来通过遮的正典的编辑，所以才有这个旧约39本，新约27本，总共
66本这一切被收入伫圣经的内面。牧师看咱一个口诀，咱就知影圣经一共几卷啦吼？旧约39，新约27吼，所以你就会记哩39、27吼加起来就是66个吼，66个。好，伫初代教会因啥来一直无伫编辑圣经，因为圣经共款编辑圣经这个工作伫当时，因也认为讲，这毋是遐尼要紧的事，因为主耶稣就要来啊。主耶稣讲，咱的中间有的人也未面对死亡的时阵，伊就要搁再来嘛。所以，不管是设立教会，不管是圣经正典的编辑，对当时来讲，拢毋是要紧的事。简单来看，初代的信徒关心的代志是主耶稣基督要搁再来，却毋是教会设立甲圣经形成这的问题。这是问题是甚物货？问题是末日一直无来。耶稣基督的学生想起主耶稣基督伫上天进前对因的吩咐。主耶稣安尼讲，天顶地下的权已经拢总互我，所以恁就去招往普天下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有命令恁的，就假是因手，搁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所以末日的观念、末日的教义，对万物的终末这个方向，转开始注意个人终末的问题。这是甚么意思？这也是讲咱每一个人拢有属伫咱的生命结束的时，对咱来讲，这就是终末。对你来讲，什么是较要紧？是当时世界的灭亡，干嘛呢？对你来讲是当时是我的终末，这个较要紧，这个较要紧。所以教会开始关心灵魂的得救、宣教的迫切，以及开始有组织伫大家所在设立教会。设立教会的目的是创啥？为着训练宣教、找遣宣教师。所以对这个时阵，因就确定了一个真要紧的关系，宣教甲教会的关系，就是教会的形成是宣教的结果。教会的设立当然也必须为着宣教的目的来设立。伫主耶稣基督所吩咐学生宣教的使命中，除了宣扬福音以外，更较要紧的就是教育，将耶稣基督所有命令引来来教示因手。所以我要安尼讲，教会除了宣扬福音以外，教会也需要透过咱的组织来教育咱的兄弟，遵守主的教导。今仔日有哪来哪侪间教会伫牧师离任以后，每一个聘请无共款的牧师来讲道，最后竟然以为这种的方式嘛袂歹，不止省钱，不会当换口味。几年落来，教会会当欠真济的经费，所以无在意也无重视教会聘牧的事工。老实讲，这种的教会，实在是会当关门，因为你通常会伫教会内面，你比较较容易看见鬼，但是较无容易看见上帝。为怎样？理由是教会敢只是讲道，教会敢只是为着社交活动来设立。教会若无有牧者深入伫理解教会需要来养饲，为着宣教的长期宣教的准备甲教育，这种的教会敢也有资格称作教会？如果咱加入教会的目的是为着社交活动、福利，
是毋是加入一般的社团就到这？甚至如果咱只是为着要听真精彩的讲道，其实咱会当拍开电视，其实咱会当伫媒体顶面、网络的顶面，咱就会当听见真出名的报道家、神学家的讲道，就会当满足你的需要。换一句话来讲，如果教会等于讲道，教会并无有迫切存在的必要。如果教会等于交易、互动、欢乐、消磨时间，那是安尼，教会更加毋免为着即种的目的来设立。悲哀是有愈来愈多教会失去了正确的教会观，用一般经营事业的态度来经营教会，但哪来哪熬算，但是却已经。事实上，已经陷入伫撒旦的计谋的内面，所以这是我要安尼讲，是安怎伫即种的教会内面，咱比较容易看见鬼，较无容易看见上帝的原因。使徒行传13章第1节到第3节记载，巴拿巴、保罗伫安提阿教会所差派，正做宣教师，外邦来宣教。咱看见安提阿教会愿意负担宣教的责任，通过培养、支持、带导来有份伫宣教的事工顶面，因用禁食祈祷来表明迄种的决心。我想这是今仔日的教会内面，咱所欠过宣教的热诚甲特质。反倒当伫长老教会以外，咱看见有真侪教派因愿意伫宣教的事工顶面来负担。咱也看见上帝伫这个过程中加倍赐福，并未因为负担宣教的重担，互教会面临经济的压力。反倒当是小信用人的观点来评估福音事工的教会。咱无有机会去经验圣神的能力、上帝的恩典、人的侵蚀。了解一下，这教会被设立的宗旨甲使命是甚物？我相信这是今仔日咱所有教会每一间教会，咱必须思考要紧的问题。无需也必须搁再一遍来强调，教会设立的宗旨甲使命。独只有宣教。什么是宣教？有人讲宣教就是传福音，传福音就是领人决志来信主、接受洗礼、参加聚会。理论上，这种的讲法，咱袂当讲伊是错误，但是意思无够清楚。真侪人掠做，只要将人带入教会，这就是宣教的成果。这种错误的观念，充分反映伫教会福音的事工顶面，就是咱真容易会去看所谓的数字的成长，聚会偌济人，洗礼偌济人，奉献有偌济，咱真容易会去注重数字的成长，但是忽略了灵命的更新甲造就。所以就好亲像是。也伫前途的政治共款，真紧就布局，但是无法度深滚徛在。当面对种种的困境，真容易就失去信仰。你更加毋免期待伊会当成长来结实。1918年，圣公会大公大主教会议伊安尼讲。传福音是用圣神的能力在传讲耶稣基督，地使人会当借着伊来信靠上帝，接受伊来成做救主，并且伫教会之间教会的团契生活中尊伊做主。伫即边的会议也安尼对宣教做定义，伊讲宣教就是传福音，互人信服基督，以及注重门徒性命的造就，互
互因真做主所听的儿女。如果传福音甲宣教是即种的定义的话，咱知传福音就是宣教。为怎样爱宣教？因为这是出自主耶稣基督亲身的命令。主耶稣基督伫过完40日，调集伊的门徒甲橄榄山。主耶稣伫遐来吩咐因讲，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所以这个使命真清楚，就是因带人来做主的学生。这个命令就是主耶稣基督上天进前对门徒做最后的交代，当然也是上界要紧的吩咐。伫大马色的路上，甲主三拄的保罗，伊深深体会安尼讲，基督找我，原毋是基督找我，毋是要行洗礼，是为要传福音，无在地言语的智慧，行了基督的十字架，归伫空空。保罗清楚家己对上帝所领受的，绝对毋是家己的法度来影响其他的人，却是将属伫上帝福音忠实来传达。也毋是为着表面增长侪人会当洗礼，奉献会当加天，却是为着人会当真实领受上帝的恩典来努力。我常常伫我的教会安尼讲，若是要教会要欠钱吼，咱就欠伫会友的口座就好啊吼会友甲需就鼓励会友欠钱，毋通鼓励教会欠钱啦吼。教会绝对毋是为着这个数字要怎样增长。无说伫华语堂的时阵有举一个例，咱可能毋知影马偕牧师伊的母会。伊的母会是伫加拿大庄卡一间真细间的教会，即间教会礼拜拢差不多是20-30个人伫礼拜若定。伫即间教会，即个老牧师一世人伫即间教会伫牧养，但是即间足细间经济能力非常无好教会规模真细的教会。你敢知影？伫即位牧师的任内，找欠20几位的宣教师，包括马偕。我也要请问，即间教会伫上帝面头前是大间还是细间？是永驻还是送向？咱不可否认，每一间教会咱拢真期待会当成长。所以，无毋是想尽办法来吸引侪人进入教会，总是并毋是所有进入教会的人就无义务是耶稣基督的学生。换一句话来讲，教会是毋是必须思考有侪吸引人？咱教会伫办侪吸引人的活动，其实毋是宣教，只不过是交谊甲彼此的认捌。当然，咱毋是去讲交谊甲彼此的认捌无重要，甚至放松家己的活动安排无重要。咱毋是安尼讲，却是讲，如果教会只是注重表面复兴的假象、假的现象，却毋是真正生命的造就甲改变，是毋是已经失去教会应该有的功能？甚至咱会当讲教会若要增长，咱其实为着即种表面的增长的目的，数字好看，咱其实有较好、较有效的方式，敢毋是？另外，今仔日伫教会也有另外一种的错误的产生，就是咱掠做宣教，对咱来讲，咱可能会安尼问：这敢毋是牧师的工课？这敢毋是宣教师的工课？什么时阵正做阮的工课？
我要讲，宣教不只是牧师的工作，不只是宣教师的工作，我也要安尼问，请问宣教伫什么时阵开始变成这是某人的工作，却毋是全体兄弟共同的负担？教会到底是什么时阵开始，咱感觉宣教是牧师的代志？我要请一个较会宣教的牧师嘛。咱从来无伫讲，我要互家己变做一个会宣教的人。咱会期待咱要请一个会宣教的牧师，但是咱拢无伫祈祷讲，互咱才做一个会宣教的人。资本标杆的作者华里克牧师，伊对新加入的教会兄弟安尼讲，伊讲：如果你是对别间教会来的，你必须清楚，阮的教会毋是为着你设计，阮的教会是为着遐个将来袂捌加入教会的人来设计的。如果你是对别间教会来，你必须愿意服侍，你必须愿意参与事工。阮加欢迎。如果你只是来参加聚会，阮宁可你会当让位，互遐个也未信主的人。伫教会附近有真侪教导圣经的好教会，阮会当为着你来推荐甲介绍。咱的教会设立是旧的台北中会。看见宣教的需要，看见这个所在福音的可能性，所以伫遮来设立咱的教会。所以咱的教会当然也需要为着宣教来备办。宣教较毋是透过大型的报道会、培灵会就会当达成宣教。确实爱对每一位兄弟伫生活顶面活出信仰的干净。咱伫教会受造就，不管伫信仰、伫关怀、伫祈祷、伫信心方面来装备，这个装备要成做咱为着上帝国来征战好的武器。举例来讲，咱可能有真侪姊妹，咱只是家庭主妇、家庭主妇，是毋是咱也会当换一个无共款的角度？有无数捌听过一个见证，有一个太太，伊就一直感觉讲，我会当伫什么所在来服侍上帝。然后伊感觉讲，我只是一个家庭的主妇，我会大部分的时间拢伫家己的家庭的内面。所以伊就安尼伫伊的家事台搭一张纸，每日在此服务主3餐，早餐、中餐、晚餐，外加宵夜1顿。好，每日伫遮，我每日伫遮伫侍奉主，所以祝福阮迄个翁食的时，我是感觉讲我伫祝福耶稣基督食。所以伊就将这个看作是伊服侍的工场啦。你看见撒旦的计谋，其实就是爱咱诚做冷淡的观察，徛伫边仔应用的人，将宣教看作是牧师的代志，是宣教师的代志，却毋是我的负担啦。牧师要用一个例来帮忙咱理解。一只细只骆驼，伊充满真侪的好奇，尤其是对于身躯的一切充满疑问，所以就对伊的老爸安尼讲：爸爸，为怎样我的目睭毛会遐尼长？伊的老爸甲讲：我的囝，目睭毛是为着帮助咱面对沙漠极大的风背山，会当保护咱的目睭。看会清楚正确的方向，也袂互这个沙所伤害。细只骆驼继续问讲：为怎样我身躯顶面的毛有遮尼高、遮尼济？老爸回答讲：囝，因为沙漠早暗温度变化真大，
日头出来，天气炎热，毛会当保护咱无互炎热的日头曝伤害。暗时温度增加，咱的毛会当为着咱保持体温。即只少年的骆驼继续问讲：是安怎我的脚趾片会生较歹看的驼峰？老爸回答讲：戆囝，驼峰是为着要适应沙漠十分欠水的气候，咱会当伫即个内面会当欠真济咱所需要的水分。少年的骆驼佫问讲：为怎样我的骹底遮尔高、遮尔大片？伊的老爸回答讲：同款的道理是，咱是为着沙漠的地形所设计，会当将这个烧气甲伊隔掉，佫会当防止咱的骹陷入伫这个沙内面，无法度行。所以这个老爸就真骄傲，对伊的囝讲：囝，当你将伊清楚，称做骆驼的骄傲，咱是上会当适应艰难沙漠的环境。骆驼对伊的老爸讲：亲爱的爸爸，请容允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既然咱的设计是为着沙漠来设计，是安怎咱住伫动物园？教会内面装备咱遐尼侪年，咱拥有宣教一切必要的装备，却为怎样宣教无成做咱的选项、咱的努力来浪费遮尔好的装备？阮上帝帮助咱，互咱明白宣教毋是一撮人因的工课甲负担，宣教是主耶稣基督对囝仔属伫伊的学生所做的吩咐，咱同心来祈祷。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通过宣教设立你的教会，也通过设立教会，成做宣教的祝福，继续伫宣教的事工顶面来三甲努力。都是父，阮的上帝，阮需要你来忏悔。因为有当时教会哪来哪健全，宣教的热诚哪来哪失去。教会无为着宣教的理由来设立甲准备，这是阮辜负你的听，袂记你的呼召，帮助阮重新思考宣教的意义，也搁再一遍面对你的呼召，勇敢来回应。阮要同心起造你的教会，成做宣教的教会。阮要共同努力，将你的听、你的拯救来分享，互遐也未认捌你的兄弟，帮助阮、装备阮、呼召阮，也车肯阮，成做宣教的先锋。伫每一个人无共款的工作中，来宣扬你听的实在，你完全的接纳，完全的听。献上阮的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免礼，过去吴牧师伫个是定定咧讲，听道理听一百摆，不如行一摆啦，行一摆的道理。所以，就毋望咱今仔日对廖牧师，互咱得到的信息，伫咱的生活甲咱的灵性有所帮助。接续咱三角来吟诗，圣诗444首。主，你调平河顶清楚，咱来吟全首，请起立。
真济，请咱来准备今早起的奉献。咱要请陈秀玲、戴任宽执事来甲咱示献。感谢，请起立。请坐，这是我来报告教会消息。首先欢迎咱大家来参加礼拜，感谢双河教会廖继成牧师今仔日的讲道。咱廖牧师嘛是咱小会的小会议长，所以等的这个礼拜后有伫6楼要召开小会，所以这个小会请小会员会当留步，咱礼拜后直接到6楼，因为咱已经伫6楼有准备便当，毋免搁大家去走到地下室了，当去6楼。另外，礼拜后也请各位兄弟会当留落来，大家互相请安、交谊到地下室来享用爱餐。咱今仔爱餐是夫妇团契，因伫遮的侍奉。后礼拜即个讲道者是张淑慧牧师。第三点，咱真感谢过去3个月以来，咱传道组有调集老中青3代的同工，伫即个中间，咱共同完成耶稣传耶稣即路加福音的灵修默想的即个相关的事工，真感谢相关的即个咱的会友，大家的投入甲心劳。第5点，第4点，就是咱即礼拜拜六7月26，咱南门幼稚园有6位毕业生要毕业，愿上帝带领，佮祝福因人生的道路。第5点就是财务组有要查销，因为咱年中有查销即个制度，所以请各团契伫后礼拜7月24进前，将1月到6月咱的校铺以及咱各团契的银行的寄金簿啊，会当起来到办公室来进行相关的即个查销的工作。另外，咱的团契消息，今仔日礼拜后爱餐后伫5楼有要举行上年7月份的例会。今仔日是要请陈丽丽姊妹甲咱分享即个孝顺恩典，所以欢迎有兴趣的兄弟会当做伙来参加。另外，教界的消息，即个请咱家己过目，佮接下来就是大岛的事项。大岛的事项，请继续会当为着咱身体健安，袂当来甲咱3个礼拜的兄弟姊妹来大岛。另外，就是暑假期间，咱有咧筹备济的事工，包括咱8月22到24，儿童主日乐夏令营，甲8月初9敬拜团的音乐会，请为了即个大家来大岛
另外，请为着咱暑假期间有侪家庭，因国内外旅游，甲青少年因去拍工，即个工作，请咱来祈祷，会当祈求上帝保守，互因会当拢得到平安。另外，就是咱顶礼拜的礼拜，甲后礼拜的圣工的分配，伫咱的第8班，请咱家己过目。若假使有订单的，请向咱办公室，来说明。咱即时来行平安礼。接咱来吟尾首的诗，咱请廖牧师来甲咱领唱。咱要唱的尾首的诗是403首《主差遣我》，咱吟诗后，请牧师甲咱祝祷。主差遣我，主差遣我。同时来领受上帝祝福，愿上帝平安包括人一切所想的教话，伫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恁的念头。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冠冕，甲咱众兄弟姊妹三角地地，对这点到永世大保真。阿门。
请坐，列岛。